啊，准讲阮赢吼，我是要来介绍男朋友还是安怎？搞有这个好无？有这个好无？咱公营倒转来 Plus 头一届嘿，有来宾嘿去要求，要求伊的幸福咧爱一个男朋友，真正。所以咱的幸福咧爱一个男朋友。嘿，都有人伫遮有无？看这幸福咧，好不爱，好不爱空气清净机。哎，这足奇怪的。哎，我给你砸断来了。哎，有对唔对？有较好，有较好，有较好一挂。啊，唔过因两球已经用完哎，了。来，我爸爸。就啦啦队啦哈。哎呦。标准，人家就专业。是不是？所以我讲我要靠近，对不对？